好嘅一位同事 Top Producer，咁睇下佢有啲心得咧分享俾我哋大家嘅。好，有請 Alex。各位同事午安，係啦。咁今日咧我嚟自 Pioneer District 嘅，咁我就會 share 下一啲關於我自己嘅腸胃疾病嘅 case 啦。咁同埋就係堅持買呢個危疾同醫療保單嘅重要性。咁啊，呢度首先開始之前咧，我想問下你哋多唔多買危疾醫療單啊？多嘅我哋舉手啊！嗱，平均多係點樣為之定義啊？係咪一個月1張叫多喎 ？OK， 一個月4張以上嘅舉手。OK， 好，3張、2張、1張。OK，anyways， 嗱，點解要去咁樣問咧？就係今日咧，我哋要搞得清楚，我哋係一個保險從業員。保險從業員咧，我哋係賣保險嘅。你 MDRT 同 COT 同 DOT 咧，你可能 GF、TMP 投資移民，你會做到。但係今日你願意抽一個下午嘅時間過嚟 IHS 呢個講座，代表住你好願意去了解多啲關於一啲腸胃嘅疾病，或者了解多啲醫療保單嘅銷售 angle。我希望你能夠喺嚟緊呢20分鐘咧，好專注咁樣聽完之後，將個信念、將賣保險嘅服務、將每一個醫療保單嘅重要性帶俾你身邊嘅每一個客人同埋家庭，好唔好啊？我哋有 commitment 嘅喎，俾掌聲自己好唔好啊 ？OK， 開始喎。好啦，咁其實咧，小弟咧19年9月嶺南大學畢業嘅，咁呢一份係我第一份工，亦都係我最後一份工㗎啦。咁其實咧，你會見到咧，19年9月入行嘅時候咧，我就係一個 MC 嘅成績啫，即係 Maintaining of Contract， 唔識做單嘅。跟住去到2020年咧，咁就第一個 MDRT， 但係你會見到 Minnie 咧係做一啲意外保險去起家嘅。跟住21年 MDRT， 2年 MDRT， 23年 COT， 24年 COT， 25年 COT 同埋26年咧都完成咗 MDRT 㗎啦。咁其實 Minnie 咧，我自己做嘅 COT 單咧，其實咧佢可以分析俾你聽咧，其實大部分嘅單咧都係危疾同醫療單嘅。咁所以公司邀請咗我。好，我哋望一望數據先啊。19年9月 MC 都唔夠喎，AI 自己人，所以開晒俾你睇下。22張單，咁呢92,000蚊 C 咧，其實係咩嚟咧？係 sell Cancer Guardian， 係啦。因為嗰陣時身邊我嘅朋友咧，根本就冇乜人工嘅，即係講真，佢可能係都未畢業。我翻去同佢講就係UA 起飛幾好，即係你哋而家嘅英皇起飛幾好，所以叫佢買 Cancer Guardian， 咁買個保障先。跟住之後就係36萬 C 水貨 MDRT， 正貨 MDRT， 跟住就 COT。但係咧，我想 Minnie 同你講咧係講呢一個 case， 嗱佣金數大家明㗎啦。但係講呢一邊個重點係咩咧？你當上年100張單啦，或者103張單啦，其實我佔100幾萬 C 入邊咧，我諗我起碼90萬 C， 甚至100萬 C 咧都係 protection。你要搞清楚一個重點就係你去 sell saving， 你去 sell TMP， 個客佢唔會覺得你服務好好嘅喎，你明唔明啊？你賣張 GF 俾佢，哎呀 Doctor， 你買完呢張單，下年之後我同你 review 啊，佢心諗你 review 乜鬼啊 ？review 我下年再俾多啲嘢你係嘛？客人會咁覺得。但係如果你買危疾醫療，個客真係有事，你帶佢去我哋嘅新醫療中心，陪佢去見我哋嘅醫生嘅時候，佢個感覺係會點啊？佢感覺會安心。所以其實賣醫療保單個重點，你要俾個安全感個客人 ，OK？ 好啦，咁但係問題咧，呢度好關鍵咧，你可以 follow 我個 IG， 因為咧最重要咧，其實你去 sell 醫療保單最重要係今日我嘅時間可能喺度做緊個 sharing， 但係我哋喺度槓桿緊我哋嘅時間俾我哋嘅身邊朋友睇 ，which is 頭先佢哋幾位講嘅 PPT 或者啲 medical center 講嘅嘢咧，其實已經喺個 IG story 嗰度已經有㗎啦。For 你 reference， 如果你想參考一下，其實你可以加我個 IG， 然之後篤入去睇下。如果你喜歡嘅，我 tag 埋你都仲得。因為你要理解，譬如可能呢度在座呢度10廿位同事全部都坐晒喺度咧，其實我出嘅 IG 點樣能夠令到下邊啲人都可以做到 IG 單，就係你出嘅 story 你一定要包含一啲危疾同埋醫療嘅保障，而喺入邊去加添咗入去嘅話咧，就會令到佢哋嘅 poster 咧都會睇得越嚟越多係關於一啲危疾同埋醫療嘅資訊。但係如果你根本你個 leader 大添，你都淨係同佢講，你做 MDRT 同 COT 加一張 GF 得㗎啦。咁其實你就做唔到保險從業員嘅本質啦。咁呢度就拍片啦，拍片係放人設，然之後做呢個 recruitment 嘅咧。咁多謝你幫我加粉絲人數啦 ，OK？ 俾掌聲自己。好嚟啦，咁同埋最重要咧，呢個可以你自己掃個 page 咧。For IHS 單佢哋唔知咧，就係推埋 PM Advisor 啦。
咁其實由我入行第一年，公司出 Premium Advisor 咧，其實就係靠住一啲醫療保單，不停咁樣攞轉介紹，然之後去攞到好多人嘅referral， 令到你好快速地解決一啲新客戶嘅數目。公司俾你嘅一啲 template for marketing 咧，你係一定要用嘅，因為你用咗嘅話咧，係能夠可以好有效，俾人哋個感覺你做得好。Which is 舉個為例，呢個係 AIA 第37名啊，佢唔會知道係 Premium Advisor 第37名啊嘛，你明唔明啊？但係你就係 AIA 第37名過咯，咁所以貨你做 marketing 啦。好嚟啦，認真啦，醫療保險。好啦，咁醫療保險咧喺過去銷售嘅話咧得兩種嘅，醫療保險呢個世界得兩種，一種就叫入門醫療。你見到佢個名咧，自願醫保靈活計劃普通房，個名咁普通，佢就係咩啊？佢就係入門醫療，佢就係普通醫療咯。咁講緊咧，大約啦10零20萬嘅醫療限額可以聽得到嘅，同埋一啲唔同類別嘅手術咧都可以實報實銷 claim。更加重要咧，可以用我哋嘅門診手術、AIA 網絡中心或者非轉手術都用到嘅。好啦，即係簡單啲嚟講係咩咧？客人唔會理解係啲咩嘅，咁所以同佢講啦，嗱簡單啲嚟講，佢就係我哋嘅 group medical。如果你公司有團體醫療咧，佢就同佢可能有少少 overlap 嘅，又或者都唔係好明白㗎。OK， 可能有一啲女性，可能一啲經期唔係好舒服嘅時候咧，你做下一啲超聲波嘅檢查，呢啲可以幫到你嘅。又或者男仔經常可能腸胃唔舒服啊，又或者你要割痔瘡、割包皮咧，呢隻嘢幫到你，跟唔跟到 ？OK。記住佢個名，自然醫保靈活計劃普通房，佢個名咁普通就係入門醫療。嗱，跳翻出嚟先啊！客人咧經常都會問啦，呢隻健康之寶係咩嚟㗎？呢隻自專醫療咩嚟㗎？你唔好搞到咁複雜，總之得入門同高端嘅啫，冇第二種，冇第三種㗎啦。你要令佢好清晰明白就係呢隻入門醫療，就係呢個作用。OK， 好啦，另一隻就叫咩咧？自願醫保專要計劃。你見到佢個名咁專要嘅，即係話咩啊？佢個名咁高級，佢咪就係高端醫療咯。OK， 跟唔跟到？咁所以咧，你要搞得清1年1200萬限額啦，終身6000萬限額，唔同類別嘅手術咧，定明嘅非手術癌症治療，包括電療、化療、質子治療、標靶藥等等咧，都可以幫到你手嘅。但係講到咁好，梗係有一個限制啦，就係我哋嘅墊底費。墊底費講緊咧有0啦、16000、25000甚至5萬墊底費嘅。一般嚟講，如果你初生嘅 BB 出世嘅話咧，我會建議你零墊底，因為你判斷唔到 BB 咩事唔舒服。佢長期喊同埋發燒，其實你搞佢唔掂嘅，新手爸爸媽媽係咪啊？咁所以咁嘅情況下，直接掟到佢上房，你就可以傾到㗎啦。但係喺16000同25000嘅選擇入邊咧，一般嚟講，如果客人係要兩者選一隻嘅話咧，就一定揀16000蚊以下嘅自己俾，16000蚊以上嘅 AIA 幫你去俾。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嘅客戶體驗咧會覺得點啊？好啲咯 ，OK？ 咁如果本身個客人有 group medical 或者已經有入門醫療咧，通常我會揀25000墊底嘅。個原因係咩咧？因為25000以下嘅基本上你 group med 或者係入門醫療都幫到你㗎啦。咁但係如果有啲客戶話唔得喎 ，Alex 以為我覺得好貴喎，咁你就俾個5萬墊底佢啦。明唔明白 ？OK， 俾掌聲自己先，係啦。願意可以坐喺度繼續聽緊 IHS 講道方，然之後去努力去做醫療保險係我哋嘅 mission 嚟嘅。OK， 咁所以咧，其實講呢兩隻醫療保險嘅情況之下咧，好直接咁同客人講，其實如果你有 budget 嘅，唔該兩者兼備。點解啊？你好似一個金鐘罩咁樣，你判斷唔到未來你究竟係細事定大事㗎嘛？細事發生，你有個高端醫療嘅墊底費，你又唔開心；大事發生，你得個入門醫療，然之後個情況又會點咧？又會唔夠賠喎。咁不如唔好煩啦，兩樣嘢要晒。OK， 好啦，但如果假設兩者選其一嘅話咧，就一定係揀高端醫療啦。好，舉個為例啊，剛才咧我相信你加咗我個 IG 㗎啦，咁我 IG 入邊咧好多嘢俾你睇嘅，包括一啲 IG story 啦，又或者一啲以往嘅案例。舉個為例先，呢個朋友咧俾狗咬，呢個朋友咧就係我嘅最熟嘅朋友啦，又係阿消防員 OK。咁啊，當年咧佢同我識嘅時候咧，佢唔願意買保險嘅，佢甚至一見到保險嚟佢就保險咁樣㗎啦 OK。咁如是者咧，佢就自己俾隻狗咬親喎 OK。好啦，咁跟住咧。嗰陣時佢係啱啱好買完高端醫療，咁 AIA 咧過咗1個月嘅等候期咧，佢俾隻狗仔咬親，佢就俾佢兩咬隻狗仔咬親 ，OK？ 咁於是者咧係大約使咗1200蚊美金，再加6000蚊美金。貨消防員去認知咧，消防員佢都要用隻手去工作㗎嘛，係嘛？佢俾隻狗咬親咧，其實佢係未過佢嘅 probation 㗎，佢3年 probation， 所以佢一俾狗咬親嘅時候，佢勁緊張嘅。但 anyways 嗰一晚咧都係好嘢去陪佢去睇醫生。其實你想攞 referral 數得多，問下你自己過往有冇陪診陪得多？多頭有冇見到成日 agent 過嚟陪診啊？都多㗎係咪啊？係啊，其實佢哋就係想俾個客一種安心嘅感覺咯。OK， 好啦，其實咧一句到尾啫，你賣醫療保險，你問呢個客一個問題，
做 selling 咧，最重要唔係你識點講，最重要係你識點問。你要問到個客，然之後等佢自己諗，呢個先係最有效嘅。入門同高端通常啲客都揀唔到啦，你問佢啦，喂，我想問下你客人先生，想問下你估唔估計到未來你患上嘅疾病需要用到幾多嘅醫療費用咧？5萬、10萬、15萬、20萬、100萬，甚至今朝我哋 Olim sharing 一個係使緊3700萬嘅醫療費用。咁你究竟今日你要去做一個決定嘅時候咧，究竟揀一份可以保到你一個腸胃鏡嘅入門醫療定一個高端醫療咧？如果你係預計得到嘅話，就唔使買保險啦。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其實最好就兩隻兼備咯。OK， 更加重要啦，就係兩隻揀一隻嘅時候，你逼佢做個選擇。你同你屋企人咧一定有10零萬嘅存款嘅，但係咧你會唔會有1200萬同埋6000萬嘅流動資金去俾你去醫病啊？冇啊嘛。咁如果喺冇嘅情況下，點解你今日唔願意花幾百蚊嘅保費去為自己買一個大啲嘅保障咧？講真，坦白講，今日有事嘅時候，你走去揾醫生，醫生佢都要養妻活兒㗎，醫生佢都要開飯嘅，醫生可唔可以無端端義工去幫你做手術啊？應該難啲咯。咁既然你今日有健康，而你又係年輕嘅話，點解你唔願意花400-500蚊一個月去買一份 protection 俾你自己？今日個 protection 唔係保障緊你啊，今日個 protection 係保障緊你同埋你屋企人。有事嘅話，你屋企人會因為呢件事非常之彷徨，所以今日盡翻個責任保護自己，好唔好啊 ？OK， 好啦，腸胃道嘅疾病同翻呢個 IHS 有一個關聯性啦。咁其實咧，我想同你分享一個堅持買醫療保險嘅故事。呢個陣時咧，我咧瘦啲啦 ，OK， 咁應該係2022年啊，2022年係嘛？2022年 OK，2022年嘅12月尾，12月尾即係代表咩啊？各位同事？高成啊，啱啦。咁高成你會簽咩單多啊？嚟呢個訪問你先。儲蓄多，點解啊？點解簽儲蓄多啊？冇聽你。唔使 underline，OK， 好，非常好，俾掌聲各位同事啊，俾掌聲。我好記得嘅呢個故事咧，想分享俾大家聽。咁2022年嘅10月21號咧，我就約咗呢個女士啦，叫 H 小姐，咁就喺呢個朗豪坊嗰度嘅 Starbucks 度傾咗保單。咁嗰一年咧，好記得嘅，我追緊我個 district 嘅 top case， 咁我諗啦，要快啲開單，咁樣咧就叫佢買張 saving 咁樣啦，快啲搞掂佢，咁就可以 close 成攞個冠軍咯。咁但係咧講 saving 之前，我同佢講埋 medical。咁講 medical 嘅時候咧，佢好強調㗎，我角色扮演啦。Alex， 我點會咁易有事啊？我咁後生，冇有事嘅。OK， 好啦，咁然之後我同佢講，唔係咧 ，H 小姐，你真係要買單嘅，因為個重點唔係我要追 case 啊。你買 saving 我已經好多謝你，1000零蚊一個月，仲貴過份 medical 單。但係喺我嘅 district， 我係嚟自 Olympia district 嘅 Mr. Tony Mac 教我哋出嚟嘅，即係我哋一個保險從業員。如果個客佢根本係白紙，佢乜都冇㗎，點樣都要買翻個醫療保險傍身。咁於是我同佢講，你不如買翻個醫療保險啦，入門高端齊晒就最穩陣。跟住佢就話啦 ，Alex， 我咁後生係唔會高端有事嘅 ，OK？ 跟住然之後我就同佢講啦 ，H 小姐，你信我啦，你真係要買醫療保險。嗱，兩隻都唔買唔緊要，你買一隻開門口。唉，你好煩啊！唉，求其啦，我唔係信 AIA， 唔係信保險，我信你咋。咁於是者咧，佢就買一份入門醫療 ，OK？ 好啦，俾掌聲 H 小姐。好啦，於是者咧，去到大約應該1年後咧，佢同我講：Hello 子維，如果經 medical centre、new medical centre 做一個幽門螺旋嘅 test 係幾多錢？咁噏俾佢聽啦。但係今次咧，佢就話佢揾咗啲普通嘅門診醫生話，開咗啲胃藥、退燒藥、止痛藥、止嘔益生菌等等咯，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佢就講啦，問完啦，佢話：我無啦啦諗起有 medical centre 喎，因為咧喺我銷售單嘅時候咧，我係力推 new medical centre 嘅，俾咗先 medical centre。OK， 淨係用 medical centre 嘅，我全部用咗個 medical centre。好啦，咁因為佢好快可以俾到流程，同埋搞仲要咧，客戶真實講啊，佢話我想 check 啲過敏源有冇機會可以行保險流程咧？之前自費咗俾個過敏 test， 但係出到嚟嘅 result 有啲廢啦，即係出邊啲醫療診所根本都唔係好勁啦。OK， 好啦。咁於是者咧已經去到賠償啦，我跳咗中間嗰啲，我同你嘅對話嘅俾情緒價值佢。好，第一單，2023年11月7號，基本上張單係未過1年，佢已經胃炎，咁啊做一個腸胃鏡啦，咁就供1200蚊美金，加個 HR 100蚊美金，但係睇實報實銷嘅價錢，呢邊咧已經係有呢個我唔識佢嘅英文術語，佢係糊瘤啊，係啦，即係佢已經有個 tumor 發現咗。
簡單啲嚟講就係咩咧？客人嘅時候咧，佢嗰陣時胃炎，頭先嗰啲對話你見到啦，然之後佢胃痛咗好耐。嗰陣時咧，因為佢屋企人患上咗癌症，然之後佢要一日打2、3份工，就係為咗要揾一啲標靶藥嘅錢去俾佢屋企人。而佢捱壞咗佢自己身體，出現胃炎，跟住之後咧，去到呢一度就係佢確診埋有呢個 tumor。咁其實嗰陣時咧，好多謝啲 medical centre 黎醫生，就佢幫佢照個腸胃鏡嘅時候，唔知點樣反手睇到嗰個位有粒瘤，跟住之後就即刻 refer 俾阿黃仲德醫生，跟住黃仲德醫生再同阿 Doctor Lai 咧兩個一齊幫手治療我呢個客人。咁呢度大概已經上13,000蚊保費，就係佢嗰張唔想買嗰張醫療單，跟住之後再繼續。如是者咧就再呢個72蚊美金，再加埋呢邊最貴嗰條數啦，就係佢將佢嗰個瘤咧切咗，大約8800蚊美金。Overall 咧頭先1萬幾加6萬9咧，已經係去到挨近8萬幾蚊，300蚊一個月醫療 plan，賠咗8萬幾蚊出嚟。個關鍵位唔係我哋賠得多與少，個關鍵位係你究竟當日有冇堅持個信念。個客話唔買嘅時候，你堅持話要賣俾佢。唔好再出現一種你好想賣，佢好想買，但係你以後都彌補唔到呢一種遺憾。當日就係因為呢一張單，令到一個22歲嘅妹妹，可能佢戶口得10萬，令到佢可以賠到8萬幾出嚟，令到佢可以過渡到嗰段時間。OK， 好啦，跟住仲有喎，咁跟住咧，佢做完嗰個tumor 嘅切除之後咧，其實繼續後續咧都有各種嘅唔舒服嘅。譬如呢個12月啦，就係佢整完切完之後咧，但係都仲痛緊，跟住再嚟多次腸胃嘅。OK， 跟住呢個咧就近期啲啦，近期啲應該消化不良有5萬幾，total夾埋幾多錢啊？好多錢，即係幾多錢啊？10幾萬咯，係啊。即係其實究竟你當日有冇好有信念去賣俾佢，而個客有事嘅時候，你係咪真係幫到佢咧？我唔係唔中意 sell saving， 如果要目標導向嚟講 ，COT 一定係賣 saving， 一張搞掂好。但係你係咪真係用到保險從業員嘅嗰種能力同埋專業知識去幫你身邊嘅人咧 ？OK， 好啦，咁如是者咧，我哋望一望啦。咁 X 小姐咧，已經好翻晒啦。OK， 咁啊最近去咗我書展嗰度嘅簽書會啦。咁同埋咧，亦都想表達俾你聽咧，就係買保險咧，其實真係好建議你未有任何健康狀況咧，唔該快啲買保障。如果一啲從來冇嘅已存在嘅疾病咧，其實係 standard rate 嘅，只要交保費就立即生效。但如果你不幸嘅話，就或者無啦啦做嗰啲 check 有啲身體狀況咧，又有機會可能俾人加 loading 咧，有機會俾人 postpone 咧，有機會俾人 decline。呢一啲嘅知識同埋資訊，其實係好依靠我哋保險從業員去分享俾我哋身邊嘅客人聽，而唔係等佢無啦啦照完個預防超聲波，無啦啦照完個子宮肌瘤，然之後就話：哎呀，我有事，我要買保險。教育翻佢哋係 before 呢一樣嘢就做咗佢，然之後去等佢哋有順利嘅保障。咁其實咧 ，for 你 reference 你知咧 ，H 小姐咧，因為佢試過屋企人冇保險，而佢好用力去揾錢去醫佢屋企人。而佢亦都感受到 AIA 嘅服務，亦都感受到呢邊 Medical Centre 服務、醫生嘅服務，亦都感受到 Alex 對佢嘅服務，所以咧佢已經係加入咗我嘅保險團隊啦。咁呢個係好重要嘅。OK， 你認知呢個老細咧，佢係由佢完全唔相信保險，到因為我而相信下保險，到肯買保險，到不幸 claim 咗保險，而去到呢一步咯。所以其實一張醫療保單係可以有好多可能性。好啦，到最尾8個字送俾你哋：早備籌謀，莫待保勞。就係咩咧？保險係冇需要嘅時候準備，有需要嘅時候用。唔該喺後生嘅時候未雨綢繆，喺年老嘅時候唔好亡羊補牢去買保險。OK，thank you。